经，来读本文，超越上经，前元兴利经，初九占良不用，九二欠良在田，利见在田。九三温故将日天前色铁六无救，九四血液在因无救，九五飞良在天，利见在人，上九抗良有悔，上九见群良不朽节。传话在天元，万物自是乃通天，天行